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4月3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2篇，以斯帖记第9章第1节到第5节，18节到23节。路加福音12章第4节到1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复活节。阿哈随罗王的时期，犹太人捌面对死亡灭族的危机，但是因为有上帝的保守、末底改的带领，阁有以斯帖丰富的勇敢，所以到落尾会当改变来找到生路来得到转胜。对因来讲，面对这种的苦难以及死亡的威胁，确实毋是一个简单的代志。若总无有够硬的信心，根本就无法度生存。当犹太人伫末底改甲这个以斯帖王后的这个带领的下面，得到这个王的特别的允准，会当来存活落来。这个真值得欢喜的日子，对因来讲，这个叫做普尼节啦吼。这个节期虽然毋是伫犹太民族内底真正式的一个重要的节期毋是迄个摩西节期啦吼。但是呢，确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来纪念因伫面对苦难的时阵，上帝的保守。以斯帖记第9章第1节到第5节，18节到23节，记载着这段庆祝的一个过程。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王的命令甲教师特别执行。这个日原来是犹太人对敌望要压制因的日，毋过犹太人颠倒制服着所有反叛因的人。迄日伫阿哈随罗王的特省，犹太人伫因的城聚集，攻击遐个要害因的人，无人会当抵挡，因为人民拢惊因。特省的领袖、总督、省长以及行政官员拢来帮助犹太人，因为因惊末底改。末底改伫朝廷真受到尊重，名声透到特省，伊的权力愈来愈大。犹太人照家己的意思对待怨恨因的人，用刀杀死因，甲因剿灭。毋过呢，所有的犹太人伫34个这2日聚集，保护因家己15呢休困，是这日办得欢喜庆祝，因为安尼住伫无城墙的庄舍的犹太人，用亚达月14日做节日来办得欢喜来庆祝，佮互相送礼物。末底改记录这个事，佮写批互阿哈随罗王特省的附近所有的犹太人，吩咐因逐年着守这个亚达月14、15、2日做节日。这2日是犹太人脱离对敌、得到平安的日。迄月是忧闷变成欢喜，悲哀变成最快乐的月。因着伫这2日办得庆祝，互相送礼物，佮真济善请人。犹太人答应要遵守末底改的指示，照开始的时所做，当年守这个节日。对伫行兄耶稣基督安尼来教导军队者，路加福音12章第4节到12节。朋友，我甲恁讲，害死恁身躯了后，袂当搁对恁做啥物诶，恁就毋免惊。
我要指示恁应该着爱行是倒一位，恁应该爱行上帝。伊互人死了后，也有权通互人迄落伫地狱。是啦，我甲恁讲，着行即位。五只七鸟啊，减毋是卖2两银尔定。上帝连一只就拢卖记一，连恁的头毛拢有算过，毋免惊，恁比规群的七鸟啊搁较贵重。我甲恁讲，伫人的面头前宣认我的人子，伫上帝天使面前也要来认伊。毋过伫人的面前毋认我的人子，伫上帝天使面前嘛毋认伊。无论什么人讲话对着人子，拢会得到赦免。毋过呢，亵渎圣神的袂通得到赦免。任何人掠到会堂，伫统治者还是官员面前的时阵，毋免烦恼着安怎答辩，还是着讲什么？因为迄个是圣神会教恁着讲什么。无需要担心，毋免惊吓，因为圣神的亲自同在，会保守带领，并且教导咱应该爱讲的话。咱只要信靠基督，就必会当得救。诗篇122篇，我真欢喜，人就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耶路撒冷啊！阮的骹已经踏入伫你的门内。耶路撒冷建造一个城，全城整齐肃配，这的之作就是上帝的之作，拢照着以色列制定的规例，上去遐称赞上主的名，因为伫遐有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着为耶路撒冷来求和平，愿听你的人拢享受安乐，愿你的城内有和平，愿你的宫内有安乐。为了我的亲人的朋友，我要讲愿恁平安。为了上主咱的上帝的殿，我就要为恁来求福气。恳求上帝保守阮，找见圣神，成做阮的保惠师，教导阮，带领阮，保守祝福。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